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台湾港中人口老化一定强年咯，大家如望论由韩国到后生的，使得落成到农业来，农民苦、农村穷，安尼个影响，使到几多年唔敢也唔肯去做农。不过都市发展到安家，也有引来很多人想要离开嘅行业田庄下，有位后生人还提托暑假下，都先嚟农业来托。加托嘅为穷养想爱做农客，财团方面丰年沙调查南浦7间高职农教，有61.4%嘅学生嚟讲，托春业辈为想爱去工作，也算去到农企业识头路。假如呢，青春时嘅系乜嘅呢？而用呢，让使得屯业的后生嘅留下来呢，向下嚟了解农教学生嘅想法。所以等一下，请同学看一下，如果在一个枝蔓之上有很多颗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这样子从它这里把它剪掉。好，这样有问题吗？没有。所以等一下，请同学采收一下已经可以采收的卜啊，然后呢，把多的好修整，可以吗？可以。做电支付带电电线嘅城市模，也去泰西亚个位拿电无点嘅，伫瓜棚下开始割布嘅。佢條係其實農工嘅學生嘅，未可能去販賣台灣嘅農業新教師。烏卡有第一種啊，有啊，上到烏卡有第一種嚟，有上到以後愛種田養來壓土啊。我来这边之后，我才会觉得我喜欢农业，然后也因为家里有土地，才会就是想要继续念下去，然后把家里的田种起来，不要让它荒废在那边。而政府卡有田有地，也有耕種人嘅肢體，他會上過販賣去耕種。不過農教嘅學生嘅無天初屋卡都要耕種。照豐年沙嘅調查，南浦7間農教嘅學生嘅屋卡唔係耕種嘅超過一半，係53.3%。農教生畢業過後，想為去耕種，無就會去到農企業識頭路嘅比例係61.4%。他们未来想不想投入农业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有没有前景？他看到，我投入农业，未来我的所得、我的生活品质，好，然后我的发展性。第二个是父母亲同不同意，好，那第三个是他有没有替代的选择性。假如说农校学生他有到其他行业有更好的工作的环境、更好的所得，他就被吸引过去。一般人對農業嘅印象，仲係知道做到辛辛苦苦要出唔上錢。嗰種遇到高職嘅農教課程嘅設計，係歸多用發展，韓國為改善農業嘅環境，好本學生嘅為卡上歸販賣春業過後來做農。南浦算係農業重要嘅體系，農教就當主創實際去做。其实我们在上课的时候都会结合那个。对，把理论跟实际结合，好像大家的概念是这样，所以我们后来就是除了外面的田以外，我们就开始先搭这种简易的网室，然后让他们可以去，在栽种的过程可以去调节时期，比如说这个作物，它调节不同的时期栽种的时候，它可以让植物的生长好一点。農經科教學生嘅愛用嘅教法，立體嘅、耕田到採樹。和外地愛用嘅來面對販賣嘅田時變化，但為營業科咩唔但唱係種調花、種調草，有到上係經濟型嘅農作物生產、加工、包裝，未容易庫藏嘅世界都好。來，我們現在看這一個哈，這顆玉米，它剛剛講的第一個，我們判斷它的玉米鬚是焦黑的，所以這個第一個步驟是 OK 的。第二個，我們看它這裡捏下去有沒有凹槽。捏下去有凹槽，這裡有一個小凹槽，等一下同學可以捏捏看。第三個，我們看這個玉米鬚，它是飽滿的還是空虛的？我們知道捏下去它是空虛的、空空的，代表說這一根玉米就可以採了。其實我們園藝一般人都認為說只是玩玩草花而已，其實有關於蔬菜、果樹、花卉啊，還有我們原產品的加工，甚至造景，還有一些更深的東西，其實園藝都有去涉獵。這幾年其實我們也都會發展一些有關行銷包裝的東西。讓學生有更多的一些多元發展。一邊還有搞一些扦插、就高壓，就還有組織培養一條東西。
基本上讲抢讲拿脚条安尼餐错的，不过你在世界就没就几多东西好学的。呢度嘅農教未有學報課，也係嘅學報課教學加動豐富，有動誠意，同160年前注重嘅教學重點，自己無嘛以強用嘅。像我们早期我们认定的畜保科就是在做动物照养、饲养管理的部分。那也是因为后来自己变成老师之后，才发现，其实我们这个产业有慢慢在转变，所以纳入了所谓很多的宠物的部分。所以我们有新的宠物美容的课程。那包括牧场的动物，我们不再是只有养经济动物，我们开始有养变色龙、甲虫。像我们牧场就养各式不一样的动物，羊啊、兔子。那其实他们就可以养，可以拿来修体，然后做颈静脉的采血，还有蛋鸡的饲养这样子。其实很多元化，还有宠物美容。事实上，它是一个很广的地方，只要跟动物有相关的都可以涉猎在其中。那除了我们现场食物经济型动物这边，现在女生她们选读我们这个科的同学也比较多，所以我们会挑宠物美容的课程，或是呢有关小动物的课程来进行安排。好教安排多樣嘅課程類向學生嘅，不過有啲學生嘅對做農嘅業績，請希望兩極都會喏。3萬吧，它不算貴，因為3萬塊，它要做比較，因為有些新東西要去買去研究會比較方便啦。那一家就差不多4萬人一片。迄講比4萬還較大，就無想做。還會啊，嘿。但是希望迄4萬嘅，嘿，嘿。第一份工作的话，当然就不奢求太多，就可能2萬出頭這樣子吧。照豐年社嘅調查，南部嘅高職生知道出業過後去工作，無就會去農企業設條路，希望頭一年桃園嘅業績21009嘅元以下嘅搶提率2101012元到25000嘅元有26.4%。25001元到3萬嘅元嘅有32.1%，另外301元到35000嘅元呢有19.8%， 35001嘅元以上嘅有19.6%。所以顯示說薪資這一塊也是農校學生他們未來想要從農所考量的。那這個東西其實對於不管是農企業也好，或對農場也好，也告訴他們說，如果想要吸引更多年輕農力進來，可能在薪資福利方面，要去關注，甚至在公司一個獲利情況，也要給他們一個更好的一個待遇條件。學生嘅希望嘅業績對2萬人元到15萬元都有，實際希望更中人。其實對農民子弟來講，一整年為2到3萬元卡價，唔係乜嘅難事。不過對屋卡唔係更中人嘅子弟來講，就有較難。其實後生嘅我鼓勵做農除了講嘅農二代爸爸媽媽有辛苦已經打下來填下來從事農業就嗰一條路就非常嘅強壯啦。譬如講冇安尼接觸過農業嘅安尼後生嘅鼓勵農體來做農嘅話，可能就夠實力啦。譬如講像嚟講喺安尼資金方面跟承租田球，唔講嘅我有田球啊，田球還有乜嘅還有專業知識。好呀，其他方的問題你就會變成了聽不通的問題啦。一般人講從無到有是冇可能啊，因為一塊田一天要資嗰度本啊，機器啦，一些資材啦，像你大概描述，一分田就要10多萬呢，我做埋一定要一個本，但我冇本啊，冇講一個月3萬，有可能還要多貼。喺講起到農企業設條路，為2到3萬元的業績就較貴。以我對我們公司的了解如果是一般，如果是高職生，那你服完兵役回來以後，那成為正式員工，其實待遇一些津貼加起來也差不多30K 有啦，不是像說一般的22K， 可是30K，農的這部分是比較辛苦一點。我認為進去的基本底薪應該3萬以上了，基本上應該3萬以上了。像我們現在
产学系所合作班的学生进来，好，我记得我们的合约好像32000，他进来就是32000，好，那我们希望说他在这边3年的合约期满以后，他的薪资最少可以达到4万5以上。因为其实最好的实习场所是能够把学生拉到外面去，在学校里面所看的其实还是有限。那你在业界才能看到更全面的部分，而且在业界的话，说实在才具有实战的经验。所以我们一直鼓励说，学生能够到业界去多看看，多去操作，多去实习。那把教学现场往外扩展。郭祖先生同学者都建议，学生们应该利用实习嘅机会，去多接触农企业。专业过後，做啲先到去農業職場做事，獲得經驗。各大邦政府對農地同農機器嘅補助，而去做工種人就唔會壓力。喺講有時想為去工作嘅人唔會輸壓壓，唔少少總冇自己，也就靠留嘅鐵佢也掉。